头起先，咱要来关心的就是屏东小琉球昨暗7点半的时阵，熊大停电。这天气当小热，佮拄好是食饭时间，所以真侪人是热甲挡袂牢。台电是回应讲，就是因为伫那边的配电场，这个保护的设备跳起来，唔才会来跳电，甲海底的电缆线是无关系。即马经过抢修，伫昨暗8点半的时阵，已经恢复供电。整个大停电啊！人在头人吃饭啊！规家伙仔要食暗顿，验过电火未到，暗摸摸，只好开手电食。屏东小琉球昨暗7点半左右，无警全岛停电，停了快1个小时了，而且还停了2次。屏东县长周春美赶紧打电话给台电董事长詹文生，尤其正拄是假日天气够热，真侪人热甲挡袂牢，拢去厝外。大家都冲出来，因为太热了，没办法吃饭哈。规个岛暗摸摸，总共影响4171户。除了当地居民以外，来遮耍的游客暗顿食到一半，煞熊停电，只好开手机的手电继续食。不过也担心食饱了，唔知要安怎转去大的所在。业者讲这种情形真罕见。还有客人在餐厅跟我说怎么回去，我说请他们稍等一下，因为蛮少会遇到全岛大停电的。台电表示，因为10个琉球乡的游客大量增加，再加上天气热，瞬间用电熊欠源，造成那边这边配电厂的保护设备跳断，甲海底电缆无关系。经过抢修，大约伫暗时8点半复电，也会检讨离岛的供电能力，让这种情形未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